日咧，我要来演一个8点档的片段，但是我需要一位演员。好，他妈8点档的哦。8点档的。这是专门的啊。啊，我是主管。哦，你是我是主管。你在互相诶。较早讲的嘛，哎呀，我是主管。好，你要甲我请假，请一天的暑假。哦，好。Amy 姐，我是想讲，我明仔载要到厝林去高雄一转啦，想讲我明仔载敢袂当，就甲你请假一工安尼。小姐，一年365天，有52个礼拜，一礼拜还困2天，你就干那剩2百，伊敢会当做代志啊？一天你就搁有16点钟毋免做代志，你就爱搁靠着170天，一天你就搁用30分钟去啉咖啡，你就爱搁靠着23天，你就敢那剩68天会当做代志哦。一天你就搁用1点钟去食中昼顿，咱国家搁有5天的固定假日，你就敢那剩15天会当做代志啊？剩5天哦。公司对你袂歹吧？哈，一年搁互你休14天的年假，所以你就敢那剩1天会当做代志。你即马甲恁做妈讲，你要休1天的暑假？嘿，无安尼，我辞职好啊。做啊啦。我无咧做啊啦。这是表演艺术系，我感觉伊的算小真厉害，是应该去读数学系。嘿啊，那这应该去样做会计。对啊。好，我加油，袂歹。表情袂歹，表情袂歹。